惜一切，爭取分數沒意義。勝者嘲笑敗者，呼叫全天際，犧牲天性，死心去聽命。奢望再次可以想法自己做主，格式化對話態度，故事世界似劇場，難道一生值得被逼過得冷冰冰嗎？完美遊戲如何放手？想盡放肆一次，反正任性由不得，社會控制號碼代替放棄才有自由。其實即使受傷，也不要至於封閉，承認最終的真相要得你決定，接受本性。社會審判辯解反叛萬幾遍，不必掙扎，狠心扼殺盡血汗，被逼抑壓內心想法如機器，假裝適應接受這標準，奢望再次可以想法自己做主，格式化對話態度，故事世界似劇場。